嘉颖什么面路，很好吃的，叫做永冠啊，去永冠，哇，呀老呀来了来了来了，啊，到了，这边啦，好啊你，这边来了。 Yes， 哇，可以啊，就完了。今天我带浙江来到嘉颖什么面路，有一间叫做 Power Soup， 哎呦，你看一下。 水手来举那个骨髓油、骨髓啊，它的汤 OK 吗？哎呦，全马找不到了，是这里的，唔係老友唔介紹。我哋就唔食羊肉啊，雞肉啊，雞肉好靚啊，雞肉啊。 看那没有我的，我老，几个觉得，哇，被放在头哇，哇，浙江有殺錯冇放過，我食得幾乾淨，我老，食得唔好嘥係咪？食得梗係唔好嘥啦。 如果是半夜会醉是吗？来到这里喝下钢冰素，喝一杯酸甘水，马上精神的。吃饱没有？吃饱走喽。现在就走了，下次再来啦。OK OK。如果你付钱，天天来都可以了，没有问题啊。